过年了后，上班的头一天，伫咧新竹科航区附近的一间土地公庙接福宫是透早就闹猜猜，包括联电、联发科透早拢率团来到这拜拜，祈求明年会当万事兴通。开工祭拜典礼开始。手举清香，诚心向土地公参拜。拜是开工的第一天，新竹科航区厂商拢有一项传统，就是来这间一福宫拜拜，祈求规年顺利平安。这土地公其实蛮保佑这边的，所以每年一定都会来这里拜。过去早期新竹科航区因为土地征收，就甲园区内6间土地公集中做伙，尾仔新起的这间一福宫，就变做一间庙内有6姓土地公的土地公庙。这个庙的话，它有6尊土地公，它占了天时地利。如果是比这1-2年的话，香火确实又更兴旺。我们看这个点光明灯的啊，这些就是说就会来点光明灯的，这个表示他们对这个庙非常有信心。上班的第一天，联发科董事长嘛带队来这拜拜，讲到今年的业绩，赶快对 AI 发展真有信心。今年啊，应该这个 AI 还是还是很热嘛，对，还是很热嘛，全世界都是 AI 已经开始在工作上大家都在用，所以开始从大量投资到进入实际上商业上，它实际应用，慢慢产生价值。现场卖当看到有人专工穿乖乖来拜，祈求公司期待顺利运作，望新的一年会当有好的业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